係啊，各位聽眾，嗰陣可能都係本來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講嘅話題就是白車我哋特別嘉賓咧，就是老趙英國中歡迎英國中。Hello， 大家好。然後佢有這個老趙喂話蘑菇啦，蘑菇歡迎蘑菇。Hello。然後個後點我都唔知走去倒路未必走去個後邊行。然後是佢有阿趙歡迎。Hello。然後佢有老趙大粒頭歡迎。我諗嗰啲大波頭嗰啲就正嗰啲大波嗰啲嚟講，即係禮拜我咪講白車咯，自然就是個白車啊。英國中搞白。哎呀，阿媽我講了啦。你做咩事？白車是第杜蘭第拖去嘅。做咩事咧？做咩事咧？你冇試過？白車幾類啊？哈。英國啊，真扎貴，真扎貴。你看，你若是買白車喺倫敦啊，到家20-30本啊，幾那點鐘呀？喲。我落去倫敦啊，我要去看戲啊，去 opera 是差不多2點鐘、3點鐘嘅物件。3點鐘啊，我泊車喺倫敦，我伊個 opera 伊個戲台啊，用30幾本了啊，30幾本是幾鐳？馬來西亞嘅鐳是308個。time 6 360塊，360塊，我冇搞官，360塊，馬來西亞嘅鐳，白車3點鐘喺倫敦。แล้วจอนดูให้เป็นเลย我邊看所在咯，是看所在啦。我人這邊有地，灣正有地嘛。看嘅時候，我人白車唔講真貴，較濟 mostly 白車免類嘅。了啊無就是頭飛機場到 first hour 才是1塊哦 ，first half hour 1塊，了唔知貴嘅是到唔知2塊半2塊，唔知啦，唔講真貴。但是你到啲甚至到啲 New York 還是到啲Boston 咧，就真正貴咯。人哋嗰邊真正無為百嘅。特別我唔知貴緊，我唔知啦。我係記定到我能百Boston 嘅時甚至是我能百2點鐘嘅 maybe 係20幾塊30塊20幾塊，1點鐘10塊呢。破地呢是地價嘅了。破地嚇。破地是真正解，特別啊！我去，你就知我去美國真正濟島嘅，但係我去一島，我去是 Florida， 我住喺 Fort Lauderdale， 我唔捌行雷嘅啊，泊車，我唔捌行雷嘅，去到落本唔捌行雷嘅。即較濟，你看你去到落咧是上 New York City 就解咗 New York City 泊車。New York City 是第慘，大坡咯，大坡，加倫坡咪是差不多真正解了咯。Boston 你往時白車嗬，你條白車真正好啊！大粒頭咪知咯，大粒頭。美國就是咁嘅。If you 去為 high density population 咧，然後伊個 city 真正，伊個 city 嘅 population 真正 high density，特別伊個 city 嘅area 真正細，then of course 你泊車嘅時 ，of course 你就會開鐳咯。大粒頭咪New York Boston 價貴咯。大粒頭咪你泊車價貴鐳啊？你係叫價，你1點鐘就差唔多10塊呢喎。10塊你帶到咯 ，if 你到啲我伊個park 嗰邊，Chinatown 嗰邊，伊個 downtown area 就是5塊10塊1點鐘咯。New York 咪講咧，你講緊 New York 我講一個其實我捌看到嘅新加坡村，各位知無？講。這就是一個故事啦。這間就是咧，就是這個我捌讀到嘅，這我唔捌，我捌讀到嘅就啲。這間就是伊有一頂 sports car。了伊有鐳啦，所以
有女人，伊 sports car， 伊到啲 New York City、Manhattan Island， 然後伊會吹白車 Manhattan 住嘛 ，because I mean 都啱咩時，應該8號 what just overnight，so 伊會去一千人咧，伊會去 holiday， 會去 vacation for quite some time 啦，so 安怎啊？你泊你車，你就會爬你的車的parking，所以你安怎解決啊？所以之前呢，就是 how it approach the problem is， 一去銀行去 bank， 一去銀行去 bank， 講我會甲你寄 loan， 甲你借落，甲你借落，所以甲你寄 loan， 然後他們就是你的 collateral。我係 collateral 就是我係 sports car，OK？ 我係 collateral 就是我係 sports car， 我甲你借落，然後你就是會還，我 one month 我還你了，一落，然後你借幾落，of course 你借上個忙借死了，借死 nobody's gonna take you seriously，maybe 借1 million 或借2 million， 我係 sports car 是 collateral， 都 bank 嘛講 OK 咯，借咯，然後你車嘛我見咯 collateral 咯。然後 after 伊 vacation 對來了嘅時，伊都對去 bank， 伊還伊嘅 loan， 伊車寄出來咯。你 interest 卡嘅卡辦幾個月北京？伊 interest 4年嘛。interest 卡辦幾個月北京啦。interest 卡辦幾個月北京咯，所以小嘅就是 bank 咯。特別 OK 嘛，極咁賺利本嘛，伊人計走去每個，我甲你隨住你北京嘅落啦，我都攰你十號那個誒。即安怎 how real is 出嚟告訴我唔知啦，特別 this is what 我讀到嘅，真係好處啦。所以小嘅就是 bank 咯。我係記得 bank 嗰時一收你過來，都一堆考慮先。我到波士頓我去波士頓嘅時候，你唔知你白車貴啊，你白車貴唔要緊啊，你個真貴，往時你白真貴，你都驚真貴啊，到你白了我就驚真貴，真貴嘅夠。解咯，我到這邊啊，介紹這邊我其實啲只少講冇會白車啊，我啊做工嘅了，我做工嘅冇會白車咯。So 係是 high density 嘅 area， 依 city area high density 嘅 city area 成日多數對出路咯。我這邊做我人就咱 Midwest 就對出邊隔了度面出路嘅。嚇，我人嘅特別冇，你看我人啊。我喺 office 入邊啦嚇，特別我 office 入邊，我係 street parking 啊，嘅路邊泊車去到真少啊。特別我人有號碼，何時？我做工我做工去到有落號人啦，免路嘅咋。特別係我人嘅邊樣嘅北京公司啊，因 law firm 冇佢哋經 law firm 啊，冇上公司，因咁了就學旅泊車啊，咋，因為使學教我人嘅公司為稅，還是伊人自己公司嘅稅。所以伊人都泊得嘅落去咯，因為 office 冇我北京我 office 嘅落咧，我遠就行去山啊，冇計搞。因為我人較就是泊得啲有嘅路邊泊，我就泊得嘅路邊咯。所以最近哦，即點即扎了，你只去搞扎了後冇位嘅了嘅啊，因為伊村嘅位啊，即空殼泊嘅位啥，個安怎講啊？比如西北京啊，乜嚟先叫西北京啊？我只見西。我就是俾每兩個人當住教西北京嘅，全部教西北京。卡吹節還是西北京？應該點？卡吹節嘅嘛。假如你北京，後面半位接嘅。嗯。你特意個教啊？因為你知係咪數冇？我做我賽車個車時，我做啲只邊英國。你看下咩車？你俾啲車大頂死頂死。阿 John 咪制咯，我特別曬試妹嘅 saloon。OK 啦。特別我學賽車嘅時，特別你大頂四頂是另外一本地，你曉白嚟講啦，你大頂四頂咩白？我學啲馬來西亞，我馬來西亞我有一個老阿伯，伊教我安怎 parallel park 啊。係嚟教啊教。伊嘅 method 啊。foolproof 嘅。哦，嚟教。最本誒。嚟，你教啊。真係坎坷解釋好咯。你 try imagine。你 OK，so 你吹彈隻位啊？你吹彈隻 OK，so 你美國你曬啲正超平。OK，so 你曬正超平，你曬我個嘢邊正嘅車。
对你駛去你邊整嘅車啊，有一個棚啦喺後邊啊，OK？你駛邊整嘅車，你 make sure 你有一尺 at least 一尺 from the car。你是我所以邊樣啦，你攞邊樣就阿個一嚇，你 parallel 嘅車。別使小會啦，你別使成個5-6條，可能就別去個彎。แล้ว你特別有啲那邊你嘅腦，你特別在你嘅後邊嘅鏈喺度咯。OK。 more or less， 啊，因為你後邊嘅鏈喺度咯。So，你駛去後邊嘅時，你嘅鏈交到你嘅邊仔嘅車嘅背嘅時，嚇你個彎，OK，彎你嘅 wheel，OK？你彎你嘅 wheel 嘅時，你看你嘅邊仔嘅行。嚇，你看你嘅邊仔嘅行，你要看伊後邊嘅車。嚇，伊個棚嘅後邊嘅車，OK？你看伊車，你要看伊個後邊嘅車嘅開，伊個 headlamps，嚇，或伊個記錄邊嘅邊啊？啊 OK，我嘅落唔是嘅，唔是嘅記錄邊，伊我哋南邊嘅飛，呢是落內邊邊啊，OK，我後背一頂車，我嘅內邊嘅灰。你現看到嘅時，所以你到底你多少邊嘅行啦看啦，然後你按嘛，多處邊嚇，我是講是何必國嘅車，OK，我是解釋是何必國嘅車，OK，你看你係多處邊嘅行了，你唔免看別嘅行了，你看別，你敢若看你係多處邊嘅行了，你看你若是看到你後邊車嘅內邊嘅海呢，你特別彎到對跌了，掠車招掠跌，嚇。彎伊哦，等，你是要看到，你我而家上擺看到伊南邊邊嘅灰，唔是我嘅路邊嘅灰。嚇，內邊嘅灰，唔是記錄嘅灰。對，所以你就看到攞趴。所以你嘅車喺邊啊？呢，你嘅車喺邊啊？都被堵跌，伊內邊嘅灰，伊後邊車嘅灰。了。內邊嘅灰啊，內邊邊唔是記錄邊。哈。OK，你看到嘅是你顯。aim 一point 一度跌去伊個海嘅位置，你特別你就是白虎啊，你特別嚇你嘅車，嚇你車了你彎你嘅鏈啊，跌做好你嘅車嘅鏈跌嚇。OK，then 你 continue 去後邊，睇到你特別邊看邊你。去後邊高架，你嘅後邊嘅鏈，你嘅騎落邊嘅鏈，後邊鏈，當咗一個 line，imaginary line from the 荷蘭哦 the outside of the car。就是我講你聽我解釋是這樣坎坷，我那是好你看是真正硬。你嘅後邊騎落嘅邊嘅鏈。高架 the edge of the outer edge of the parking the car the guy 後背鏈啊，後背鏈嚇 OK 我解釋個一個款嘅你後背騎落嘅鏈高架 parallel 甲伊你後邊車嘅騎落邊嘅開 OK yeah get it yeah 嚇你教下你時你彎到對和你嘅邊正去彎到超嘅時掉掉接了就接誒。哦，我可能會去 try 啊。特別 actually 我用嘅辦法，我覺得像，咱用嘅物件淡薄無像特別呢辦法差唔多像。特別啊，你做關事了啊，你做關事啊，你做啊 ，one fluid 即係 action 了，你就接了係。你唔使成個我學嘅時候，我做 side stage 你去高架呢個車喺邊啊？去高架一車邊啊 ，OK，แล้ว你叫你鏈 parallel กับเชล iPhone 4拍一車啦，車ที่邊啊，你鏈咪是差不多這邊咯，你看我電五嘅 jari，OK，so 你 reverse 高架你後邊嘅鏈高架一車背，แล้ว你彎，อันนี้ควันลูกอ้วนในสีจะเป็นสีตัวไปตู้ขี่
哈，都被嘟起了后边的车会来边去， OK， 所以車呢款嘟 aim หูเป็นแล้วรู้จิบแล้วรู้ความรู้เกลอเป็นเหรียญสิจิเป็นอ่ะว่าแต่สี่จารี เกาคัจเลไลน์ลูกขวดเจเลไลน์จะเป็นเกาคัจเลไลน์นี่สิ 你就会食ลูกจะไปวันรวย steering wheel จิบแล้ว会晓阿蕉来阿蕉会曉袂阿蕉真正坎坷解釋啊ลูกจะไป阿蕉你第件百你講你第件300斤啊哎呀，我特別看咗係 reverse camera 咧咯。reverse camera 用 reverse camera 用 reverse camera 就是黐 tapi reverse camera 本 extra 8來 reverse camera 你 method 你根本就不用上 method 你個 reverse camera 是倒個手你未想講講掉啊是ลองเดียวเอาไว้ 你再講伊個你講你按咧你走掠跌咧你走去倒落嘛特別我係車無嘅啊我老爺車無 reverse camera 啊不如試嚟車過就講是你拍你百20啊但係你拍真係一個幾個อย่า L 下我唔捌看過喎 L 啊我 try 過了破你哇見啊驚ฮะเกียร์ฮะ 你綁嘅車手係幾靚啊你幾靚啊可能嚇呢個幾靚我都咧เซนเซอร์แล้วกากิเลนเขารู้แล้วเกียร์เซนเซอร์เลย 喲แล้วL 恐怖啊驚啊เกียร์น่ะ起碼都沒關係都冇 control 嘛特別好特別你特別我不是關係不如先嚟車個了個 sensor 咧所以你可以看到 screen 伊 monitor 邊啊嗰度講一車就彎嚇做玩個兩件啦但我這邊就係興就要俾 cartridge 俾我哦你是講白機是曬白機個了就是頭接嚟咯特別冇馬來西亞北京我是頭吹接咪啫我特別新加坡係180%嘅了是頭吹接cartridge 俾因為伊我不是我較熟悉美國是咩事？我較熟悉美國啊，較濟啊，好插入去嘅。哈，了伊拉車，你是看馬來西亞甲英國啊，即係是幾耐邊啊？伊朗你拍車頭接啊，特別是อันควันติดจิบเองแต่ปีที่มีเกาะฮ่าอีหลังอันควันอาจจะก็พอเก็ตว่าอีหลังที車所以頭接插入去啊嘛ฮ่าอันควันเขาเองจริงๆเอง是咯ฮ่าลูกควาอี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จู่หมอว่ายังก็ herringbone pattern ไอ้ parking อีหลังแต่ไปจิบอันควันเนี่ยที่บีก็ตายอุ้ยว่าขี่บนขี่ซูเปอร์มาร์เก็ตล่ะขี่ Best Buy ล่ะขี่ฮามิตาอุ้ยกันแล้วปะอันควันเนี่ยเขาเอง herringbone 就是人搶就人搶你車位你就要去扣人嘅車 herringbone 嘅 parking 嘅the way like arrange herringbone in park yes 但係 the problem with herringbone is 一隻小隻 space you have space that big 一隻較濟所在 herringbone 嘅layout一路浪為咗這地呢？係啦，是咯，我 Yeah, that's the thing 啦。herringbone 比較出邊有啦，本來用。本來冇咗 herringbone 就直頭冇一百咯。本來嘅 real estate is premium compared to 本來嘅北京是最好了，就是啊 double park。本來嘅北京水辦機咯。double park 老電話。本來北京只有辦機。本來北京用靠係老實講嘅咧，靠係北京。特別用CQ，我當時啊去迄個Queens Bay 嘅時候，佢百億頭前嘅 VIP 係咪嘅？迄個較貴哦，迄個唔知幾啊？800咯都。唔是800，喂 ，parents 未驚嘛？ได้โจกี้ 所以我個這些呢，有拄到你看是，我幫到人生啊。The other thing，人這邊美國有 wish。上個講嘅喂，咱本來馬來西亞冇就是有 disability 嘅北京咯。啊，對，所以老人入北嘅時候要免驚。我 KU，我講 KRU。
OKU 對，對，誒，咱講 OKU 北京話，我讓後面是 OKU，orang upaya kurang keupayaan ku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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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ayaan 就這些冇北京。所以讓那邊有讓有人頭白哦，唔是 OKU 人包，哎呦上啦對哦，頂次間南西去伊督哇間人笑咩啊就是小明嘅狀，而家我白到去邊位嘛我白到射到嚟白見落了你路滑車嘛是上面小明就驚，但是毛菇滑車我走哦，冇了對我坐綠車，冇唔是แล้ว哎呀我有迄個格嘛我先電裡頭頂我就會使北京了嘅嘛แล้วthat day 是 Saturday 啊下 weekend 啊 Saturday 嚟แล้ว冇ทำนำใส่ร่างแปลกๆขี่ละอีตุละแล้วปักโฮแล้วก็ลังบวชทางปักก็ลังตีเบงไลน์อัพก็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ฉากที่ขี่แล้วหมอตีมก็แล้วหมออีนี่สิ頭啲 main entrance 嘅ขี่แล้ว哇後尾一個少人落嚟罵喎罵我人喎伊講按照落會使ปักนี่แล้วถูก講是 disable 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ปังกัดที่ขี่แล้วตัวสิ會使用แล้วมาแล้ว management ตัวไปได้โซเชียลเล่นในหลังตัว騎到去邊，然後就講 OK no problem 嘛。So 你係咪大字？哇！呢啲俾咩喎？咩抽？哇！特別伊係你本事，伊就用 wheelchair maybe。冇啊！呢是 normal 嘅人咧，我啦 driver 啊。阿咪數啦。哦，伊無可能伊無看到有個人是，你 because 你被看未出出啊。可能 expect 你是借 wheelchair 呢。就是馬那會講嘅，所以伊人無 understand，所以我 explain 佢感覺講是這個 OKU 就是只條俾借 wheelchair，佢係因為伊個 sign 是一個 on wheelchair，所以伊人 common sense 講 on wheelchair，對唔對哦？所以佢 explain 哇，伊估喎，伊唔係聽喎，伊俾咩喎？แล้ว我講拗板咧啊，拗板我講 OK，你愛講你甲 management 講，但是伊愛數我車數不要緊。你มาอะไรกับว่าหลวนว่าเลยคิดแม่ management ไม่ใช่他咪會不是有那款的人嘅啦，別免吹啦。他咪食。冇唔是，แล้ว叫為我人本行進去แล้ว行啦，แล้ว唔過南西伊嘅車較好嘅車，叫咱掉靠嘅數，所以我人本叫為本，哎呀 reverse 咯，另外去吹到對面咯。แล้วแล้ว這邊英國咧，英國有人安怎？英國 I think 我感覺就係美國啊，有人抄人，有人唔是講抄，有人買成頭髮本有，特別真正少，真正少啊！這邊那是要用 disable parking，你就被 blue badge，你就被有 blue badge，他那一 blue badge，較艱苦談了啊！我頭先做陸軍嘅時啊。哇！我大半呢，blue badge 何謂平人？咁伊人嚟接嚟講梅話呢，一聲呢我就半內伊人啦。我冇去梅人，我冇去梅東梅西。特別他那我想較了人陸軍啊做上款啊，他那伊人買荷人半了，是伊無荷人半了，實他那半是 social services 半了，แล้ว伊人半啊，伊人。個個就好啊！伊人若是無相，伊若是寫淡薄，伊人無蝦米相信我，伊人叫你接嘅啊。แล้ว你若是會行，你若是會行較嘅個就幾步？20 yards 是30尺啊。你若是會行30尺啊，你袂彈了嘅。哦60 feet 啊。就是那可能無人蝦米 abuse 嘛。แล้ว這邊啊，人泊車較濟是較定着啦，較定着㗎嘛。係嗰啲 discipline 嚇，較定着。特別有嘅刀本會拄着。對啦，有嘅。四卡嘴工嘅人啊，泊車無好勢。特別別人本啊有寫字寫佇紙下佇伊個玻璃，有嘅刀。我對啦有看到一個人啊泊車。打掉內位啊，打掉點แล้ว半無跌啊，加淡薄，所以人我對時我看到人
幾大人啊，寫啲咗係啲嘢玻璃講，你見你比較白痴嘅人啊，嚇，去學北京，卡吹康，誒，你冇靠佢車就拖咯。我唔捌做啦，特別我有時成日看到人白車去山北啊，嗬，自家接過來，另外就有人未白啊。แล้ว我真正想到我衝動要做物件就是咩啊？要叫叔叔靠佢車，我就未得。喲，我唔捌做過，特別我想就可以做嘅事啊。小人搶你回事咯。搶回事啊，做啦。搶你回事，你個人，我不可能搶過本 actually。成個去 supermarket 嘅時候，哇！去北京食下小咧。你 against traffic 能夠學住頭查你，你見你咯。查你去嘅時候，有時都嘈嘅是買看路，嗰陣時唔加看路啦。然後我就走去邊啊去騎了，去邊啊騎，看到夾到你所寫呢，搭呢，看到邊啊呢，冇辦都未啊咯，嗰啲有 camera 咧咯。佢靠人車人佢就協調路過。係咯，掠輕。但呢，就夾到多呢。tapi beliak就是係咪？你見到都係件少大嘢 ，just by。係件少大 just by。有人啊，你若是拍你車上，我嘅伊人騎架機個路，伊人開門是浪用伊門浪着，下咧較艱苦出。你乜都會被佢咩？你 camera 較艱苦掠着。有道理 is 你拍好事，tapi 迄個人邊仔拍無好事，也 still 浪你門。都被佢妹。我被佢妹，我捌出過，到啲 boot 又出過。到啲係咯，我捌啦。我今日過，擺到啲頭前嘅擺嘅去後背一開，後背一出。咱講白車啦，咱知飛機安怎北京嘅？唔知喎，講下。飛機嗬，伊人是用塗骹嘅線，所以伊人搭嚟北京bay有對一條線來行。因為無像嘅飛機型，又無像嘅線，對唔對？無加了像嘅，是講你白加接嚇，安尼款咧頭前有一個 lining 啲頭頂，意思係講係咪 model 咧？แล้วอี就是伊個對準呢，就是伊個 nose gear 頭前有帶對準條嗰條線，แล้ว伊就是行準了，伊個 wing tip 就是袂靠到邊啊。特別有 camera 嘛，係會無 camera。冇 camera。แล้วต่อไปมันไปกิ้วแต่เป็น講嘅話是伊人擦落。叫插落去嘅嚇，係是喺邊嘅？一插落去嘅，一แล้ว一啲人計講係一啲人計講準冇準啊？咩咧？看到啊？冇都有一個人劍開嘅做呢款嘅嚇，劍開嘅，劍開咧做呢款是其實做呢，或者我哋做出餅，誒諗半撇撇啊！唔是，英國中迄個人劍開哦，較是 for freighter 用嘅。來，馬蘇達啦，馬蘇達啦。masuk kau ya even giveaway is when if you walk through the terminal or if sangka ilang ping itu si ilang park aircraft next to each other then ilang yung giveaway tapi 我真係快人做工，我快人做工，伊人做呢款是 straight on，แล้ว伊人 hit อีซี呢款แล้ว cut engines 嚇呢款 cut engines 這是嚇。飛機到ทั้งขวา camera 飛機嘅都是看伊卡伊 take off 呢，卡 landing 嘅時呢，แล้ว伊 parking 嘅時伊無好你看嘅。啊啦，我知特別我是講伊人應該會看到嘛 camera。無啦，無看到嘅，頭頂無 camera 嘅，無 camera。迄個飛機 gimmick 到，迄個飛機有 camera，迄個就是 gimmick for passenger 嘅，是 gimmick 上面頭。但係你未看到，你未用嘅。嚇，แล้ว for normal 有迄個 parking bay，英國中央無用人嘅，伊人是用 traffic light 嘅，車 amber 加紅。
安尼款。你話啲人嚟做咩鬼？啲人嚟 X 做咩？好啦，我是 passenger entertaining 好哇？不。啲人是水咯，啲人是學 push back 嘅時間用嚟。嚇，你接嚟嘅時，是有啊，我看過接嚟。伊接嚟伊是 standby 邊啊，能夠伊係幫 job 去，伊係幫嗰啲 block 掉伊 wheel job 啊，伊係幫 wheel job，伊 standby 去邊位呢？嗱個邊啊 cargo 嘅人 standby 喺邊位呢？我是講伊樣嘢，是出去是個嘢，接嚟是冇。不，at AC for freighter 用嘅，冇 passenger aircraft 用嘅 ，because 伊人家咧用嗰啲 aero bridge 後頂有一個 traffic light 嘅，應該即個。做這個人啊，吼，也這 traffic 嘅人較濟個，咱袂成驚嘅。做咩水變嘅意義啊？啊，FedEx 啊 ，DHL 啦。嚇，伊咧唔過伊人嘅，但是伊人嘅 captain 真衰，伊人嘅伊咧無空。係咪？哦。嚇，แล้ว樣就是都出去 push back 嘅時嚇，我人都話都得。接起來，伊頭前嘅鏈，然後嚟 push back 咯，然後對掉伊線很出咯。你是人，一啲人滑啦，係咪先？一啲人滑 ，because 飛機未 reverse 嘅嘛。所以伊就係用電單嘅一個倒搭嚟拖出去咯。電單啊，呢啲。因為包括嘅線咧，嗬，伊歸入鏈到啲地面。唔是拖實嘅嘛。push 咯，伊會使攞病嘅，國中伊倒搭會使啲。背住你下骹，會使啲背住你下骹，還是背住你頭前。你同我看過伊成個伊鏈就壓，伊成壓伊鏈。你是 Scorpion 來新嘅 technology，但係冇新嘅啦，本幾十年了啦，係啦。我看伊頂到是用刀把嘅，係咪波巴啊？刀把。我想波巴講你食你 bubble tea。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ใส่ปักกิ่ง冇飛機冇曬北京嘅，飛機冇曬北京嘅，曬北京嘅蝕推到人嘅蝕。不，我講咱白車嘅時候，咱學車嘅時，大擺咱是學曬北京加嗰隻北京叫咩 ？reverse 北京啊？不，係咩啊 ？L parking L parallel 加 L parking parallel parking北京上咗 L parking 是你車嘅了是要車安尼款，แล้ว你安尼款接。reverse 接嚟啊？L parking。特別咱馬來西亞叫 L parking 咩？咱冇啦，咱叫西北京咁樣。我喺馬來西亞時，我阿伯叫伊 L parking 嘛，你叫伊 L parking。another word 就是 belakang masuk 咯。你西北京嘅時候唔會接啊？belakang masuk。Go stand parking。白車 no 嘛是 go stand 嘅嘛 no 你在檳城同金 start 用係你 scratch 了嘛？俾 coupon 嘅啊，上擺即係3塊錢嘅 coupon 人本係聲啊，我同你講。我咪是聲。你讓佢俾係你 silver color 嘅 marker pen。該teruk ni啊，我同你講。哎呦，我唔知啊，我唔愛嘅。我唔知啊。佢 silver color。我佢要做噶。得咩下10塊錢？特別你未用嘅上點上了啦，你若是用嘅 silver pen， 你未扣啦嘛？你就未扣了，所以你就未用上點上，你就未用白嚟點上了。哇！特別好。哎呀，特別本來有錢一隻空頭嘅。係啦，就是講嗰啲人係咪細空頭？古早就是係你 coin 你攞 trick 嘅 machine 嘅。安怎 trick？ 太個了嘅。no， 伊 coin 你，你就會夾一個兩撥加一個5撥。嚇。然後你寫兩撥啊？是用 ice cream 機就會使啦咩？你 when 你落嘅時，你攞嚟改你 jam 落去。哦。所以 when 你攞嚟改 jam 嘅時，伊個 spring 會跳嘅。不是會跳啊！你彈你 double 上嘅。
成個這個 coupon 咧啊，往新加坡啊，冇去上啊，彎咗往一條是頭隻點先咯，達到幾時？咗頭隻點先，再講。只5點你可能都準備只貼時嘛，貼5點3時點4咯。哦，只 get 到波。我定住時候，我各位，我只係各位支持住一下，唔是 VV 爸爸。就主要什麼呢？我未記，我各位朋友啦，我出去時候，我靠啊，一直頭靠唔掉，點時候都就有，啲 AMBM 靠唔掉啊。แล้ว我試啊，春後尾一條，我記個春後尾一條，แล้ว我一頭行伊個咧，成個伊寫一個 band 你看啊，伊個一 band 咧，可能靠之後大啲見伊個 band 嚟靠，แล้ว我個一 band 啊。我行到啲 dashboard 裏嘛，一段，因為幾病多，行到啲咧 AMBM 咪砸到突破咧，我被刮掉，我梗驚啦咯，特別佢就冇掉咧。我嗰個都講我頂到我大邊咧掉3萬。嚇，你喺度 frame 起來哦？冇，我入冇入啲英國，冇，我掉3萬都在做咩哦？我買這個我記住誒，嘛我買貼coupon嘛。嚇，我也揸住你。我幾時係起現咯？我呢真係個 check 喎。你咪成日叮當叮嘅啦，好似。就是都唔知咯，伊會到伊人就無 check 嘅，那是無來看，你就拍身就掉了咯。冇 ，at least 都講有限嘛，你講伊嚟掠係你無限人嘛，我呢真係個 check 我係知喎。我掉雞雞。哇！買啲布。即係是線嚟咯。啲線咧，我講聽，伊兩做嘅辦法是，如果那是伊卡，我若殺掉，伊股票 maybe 是一本錢輕呀，特別我若殺掉，伊真 cumbersome， 伊真麻煩。往時你請講起來，你會靠唔掉，你知哦？你請講時你靠唔掉個 AMBM 嘅 C 啊？AM กับ PM ลูกคนจะไปเสียบ่เสีย AM เอสิจอง24 hour clock มา7 o'clock แม่สิ1900มา嗰個死啊！我個未曉睡，我個未曉睡。伊人用24 hour clock I think 我知係咪數啊？我哋就是講啊，當今嘛3點啊，佢3點咪是去靠你3點 ，instead of 靠15點。15點。แล้วbut anyhow 我到底這邊美國有咧有幫白車伊影響怎樣咧？因為是車meter啦，特別你去啊時你去荷鋁 from 伊個咧 counter 位，你講你北京嘅 number 是幾號？แล้ว你嘛是第幾號？แล้ว你荷鋁 credit card 荷鋁，แล้ว伊 instant receipt 嚟，แล้ว你行去 receipt 到啲車位。我話曬你較方便咯。英國冇是安尼款，唔是啊？水蓮冇是安尼款。有英國本來款，特別英國睇到我有啲 Oxford， 我有唔是睇到 Oxford 嘅啦，貴英國啦，我用我手機嘅。哦，英文怎？我有一個 app。你 app 你直頭學你到啲 app 會 through app 啊？依個 app 載你嘅車。誒，真載啊！我有新車啦，我都會係我係新車。好個仔。明白。OK， 我好你看。所以你換你車係 tag in number 呢？好。哈，所以載你，哦，然後你是白一道學一道，還是伊條學？你個條學係成 service fee 呢？嗱，你是安尼看到我你特別接。Ringo。แล้ว你係你。你係你幾點啊？是安尼款你就唔是 per entry 咧嘛？幾點鐘啊？4點鐘啊？4點鐘啊！成個往這邊嘅款樣有成個 weekday 個 weekend 無成幾次，特別去吹咯，為成個辦是。只有新加坡超3萬嘅，迄個 officer 佢是借白色嘅 Vespa 個。冇了咯，把你冇呢款嘢，冇風飛飛了咯，冇風飛飛咧嚇。喂，我嚟冇叫你講。呢叫做北京本店啦。你講做獨立頭介紹獨立頭，你新加坡traffic
police 啊，樣是借你唔 Vespa 是，依樣唔是 traffic police 嚟，依樣是叫 special for 抽審辦 parking 嘅。attendant。麻雀啊，麻雀啊，啊，你樣似你講做咩事叫你一時借 Vespa 啊？冇啦冇接。定到啦，我係死啦。哦，有個有地步嘅，白色啊，即白色衫啊。白色嘅衫，哦，做咩就叫風飛飛咁樣地步嘛？哦，風飛飛特別地步誒。我係風飛飛。做咩就叫北京本地人咧？成個樣是singer 嚟，Chinese 鄧冷嘅 singer 風飛飛。哦。北京本地人咧成為成個鬼咧，反正紅險出現嘅。北京本地人啊！not only 都係咪有都幾咯 ，even 都係你北京 building 會啊，係些HDB 啦，HDB 嘅北京係一樹呢，只紅險走出嚟。特別我暑假喺新加坡嘅白車啊，是啊，只我暑假新加坡白車是伊嘅。因為嗰陣是 gantry 啊嘛。gantry 係咩啊？你喺 scan 你啊？你scanner。伊個了是成個你 scan 到你卡你車。你成個櫃多啦，係咪咪咁嘅事啊？你看就係 IU 咯。IU 係咩？device 我唔知。IU 是喺地物件啊？查你 cash card 咯，查你 cash card 嚟啦，地物件，成個啷個 touch and go 係 tag smart tag 啊，搭住個口嘅啦。所以你接卡百年可以就 scan 你車嚟擺啦咯。好啊，你看。within 10 minutes 咧，佢叫 grace period 嘅，所以 within 10 minutes 就出咧就明對咯。所以嚟講白車嚟講，依貴後依是隨per minute 啦。你一出去時，佢叫你講落這類啊，你揸實這類。所以出嚟時就直頭 scan 咧，你係依就大直頭大啲嘅你車你 device 平會。好啦，十萬咧，看嗰個紅病啊，嗰個紅病佢去 scan 啊，你 credit card。你別冇意思是講你別使。你袂使騙嘅咯。啦，你講紅變嘛？你袂使騙嘅，幾10 minute 你反正冇使騙咯。你那是講你伊人用安尼，伊嘅 cash card 嘅，伊嘅 cash card 都是有 RFID 嘅 chip 吧 ？I think 是有 chip。冇，伊唔是伊 cash card，是伊嘅 device 啊，你哋連就搭頂車，因為講新加坡 ERP 有你個兩件。哦。特別好啲，所以你搭頂車冇一個 device already attached to it 啊。特別 one thing 俾就是講你白車嘅路邊嘅白俾咯，白個邊路邊再揸書啊，你 scan 你啦，就會啊。嘅路邊特別貼 coupon 咯。哦。所以伊有 some sort like a chip 嘅啦。有啦，伊 chip 就是搭頂車特別 register 個政府嘅就會有隻 chip 咯。對。所以大媽冇咁樣啊，你唔會講。你就是講你 cash card 冇夠對人作工啊！就好啊！你睇 credit。所以嗱，時候有個人你俾係，你就咁俾出，你俾出你夾百嘅時，你 cash card 冇對啊，你就掉啊咯。你係 set 多百嘛？阿妹諗嘛，嘈架亂咯。哦，我朋友是伊知咧，所以伊忘記食條物件時，伊冚咪去。有個人你知嘛？你有陣時上個你可能你有10塊，特別學咁你唔知你夾北京話20幾塊，你可能咪少去。就好啊！走去阿妹，你也 cash， 走去阿妹嘅車給伊拖咯。拖了就容易 cash 卡啦，都輕易累性啦。哦。所以你就容易 cash 卡咧。因為要插落去，你插落去。你插落去了，你出去了，你個仔走到對。Oh my god！ 即係哇，驚。The reason why 我講有啲有嘅成本啊，就是講只有嘅去 hotel 啊，面啦，去嘅 shopping centre 咧，有學 complimentary 卡百嘅嘛，所以有 auntie 啊、行數啊，所以伊係可能 expire 一未用啊，哇！伊大一邊塗嘅塗一點鐘嘅，反等人嚟。喲！呢就是行數講明明是 free 嘅，我都賣出啊，我賣走嘛。你看咯，出包裝，老闆咯。有一6塊。新加坡。6塊。新加坡，但是講 per entry 一個2數 no cost 咯。係咪㗎？2數係咪？我淨係少 per entry 一個字，季節嚟講，你使
攰啦攰點都白啊，整個是命類咯，唔是命類啦，是你靠一刀然後都係白啦，攰命咯，就禮拜是 free 嘅咯，禮拜是早起7點到個暗暝10點半是 free 嘅，有個 season parking 嘅。哦，阿仔 good boy 啊，攞隻 Snapchat 嚟。John，喂，lu check lu Skype WhatsApp lu. Ya. Skype Lu kuat dia bro. Ya. Skype chat. Parallel parking Oh. À, tiêu lớp sân anh có trong con. Số lần á, parallel parking Tao máu mình con cheap because what I chơi book it's something similar but 冇咪關係㗎 parking 嘅，即係伊人到啲 Boston 嘅時有 this incident happen 啦，但係我知伊人伊嘅 subway 冇有 subway 嘅卡咯，伊人 subway 伊人 RFID 嘅 chip， 所以伊人嘅 MIT 嘅囡仔個了伊人寄伊嘅卡。He reprogram伊個卡，所以伊個 credit 所以錢一錢類都係特別個咧就是嘅。我俾講一個就是啊，阿咩？有隻錢冇是 get 咯。嚇係咩？講句我冇聽到你對就呢事。掉 get 啊！出卡北嘅時啊，掉 get 啊！你看你頭前嘅車，伊攰了吼，黏娃出，嚇黏娃出咯，所以佢伊個會衝掉咯。伊會點起去了吼 ，Oh my god！ 伊較快衝出去咯。對啊，對了，後尾車咯。浪了後尾車嚟。你有人就是。OK。我看到英國中，你看英國中啊？英國中冇？你看伊嘅technique 是。when 你掠跌了嘅時候，直頭行嘅時，伊是行到你頭前上遠甲頭前嘅。No， 你免用你頭前，你看你嘅後邊嘅鏈，過來邊嘅交甲一個 outside of the outside line of the parking，the left hand side of the parking limit。嚇，所以你用伊個開 ，you see the lamp, the road。The driver's side lamp, headlamp, the wheel approximates to the parallel in that line, and then you turn in. แล้วลูกวันจิ你看到我迄個 magnifier。我係看到你嘅 mouse。OK， 所以這邊你是講一粒鏈是掉到啲這邊嘅。parallel。你講嘅用 the diagram 我 send 你嘅。對。Tapi John, Okay, Mamagu, bye bye. Good night, Mamagu. Good night ha, kaya lang, bye bye. Good night, Mamagu. Tapi John, sila apa method? Lu tu be 看車，伊後邊嘅車那是較大頂個路嘅車呢，較闊個路嘅車呢，lu那是用迄個車，lu那是用伊個灰。伊個路邊嘅開，你北嘅時你上會出，上出國口嘅，上出國口。你伊個車呢，那是上西頂邊個路嘅，你那是用伊個開，你浪掉伊個邊啊。所以你特別知，所以你特別阿甲看伊個車邊個路嘅車誒。大頂還是細頂？上你特別差不多上大。個類車。嚇！我是希望啦，我嘅車吼，我是希望我嘅車講那個咧有機啊，所以拖起來機我嘅看到，我嘅頭前先就會，啊我特別是我冇看過人有人行，可能伊是一頂擺 Toyota Maxima，你會記得 Maxima？Maxima 邊正甲後邊有你會內邊伊個車有一個 button， 你打伊個 button 有一個機起來。喲，我嘅希望我車有呢。
特別你學嗰時你個機車你會曉阿解啦。誒，你家己換車，你特別你是慢慢咯，聽我有時慢慢的時你是動到特別後尾車，呢陣時我換下，我換我車，我在我頭前係整車是我當數來啦。我在伊個前啲車，伊個車頭前呢度有一個坑，特別伊車嚟啲頭前走起咧，車是正細頂，啊無就是100無夠去頭前啊，所以我後尾嘅位真正得啦，所以我在講伊頭前是我當數嚇，我一頭把我個伊about一寸啊，我翕小影，我見個㗎，好啲是小卡㗎。我講，我北啊，是傳咗我介紹一個 Oh my god！ 我講特別表，佢你頭前就隻位，你愛傳下，你一頭嘅 forward 你對起啊，伊成個半頂車呢啦頭前，所以我講特別就是你別 ，in case 頭前有人北咧，你甲我講，然後我去山車，我北㗎 ，because 我後尾嘅車我唔捌伊人曉，我唔敢白小話，所以我就。我寸翕about 一寸，安尼講一旁，你邊無夠一寸，真正哇，barely 達整一車。我頂擺啊，我把那個我人阿妹搬去這裡厝時啊，人大啲，真正我學術嘅鋪地，所以嗰邊啊泊車，你家己嘅時啦，真正坎坷，所以人嘅厝嘅邊境，特人是 parallel park 嘅嘛，side parking 嘅。แล้ว有一道啊，我爸那個姊按照講 sister in law 來帶，伊是老查某來，伊是本是賽車嘅，伊泊車是人泊係車，伊邊正上我，後邊不上我，伊也無插嘅啊，伊駛伊車，驢啲塞伊邊正嘅車邊正。แล้วขี่เอาบินนะสักอีเอาบินเนี่ยเชียขี่เอาบินแล้วกระชุดอีโบชับแล้วตู้เดียวอีกคนจะตั้งเสียงกงลูกชายโบลูกหลงเดียวอีบินเจงเชียแล้วก็เอาบินเนี่ยเชียอีกงเขาไม่ชัวร์ที่สิจุ่มบัมเปอร์มาสิพอบัมหลังเลยลูก That's the purpose of bumper 這個就是 Mr. Bean 換聲咯。有理由本來 actually 有理特別無法啦，咱把頭前把尾你不是掉咱 push無論再出啦，你不來就掉，你等你來。是你等佢人對啦，特別人成無對啦，咪是慘死咯。是掉實咯。那是有淡薄位啊，你本是會擼，真正借走了，你計出啦。特別伊本是白啊，伊本是有一寸咧，啲面整一寸啲後邊啊。條嘢。特別伊無插啊，伊實嘅人嘅車。好啊，無法咪是照實啊。啲英國都會做 ，because 啲英國較濟車是 manual transmission 嘅。哦，伊 free。So manual transmission 咧，可能有 brake 呢。啲美國都未做嘅款 ，because 啲美國較濟車是 automatic transmission，automatic transmission 伊 transmission lock 了，transmission lock 你未錄嘅，你未錄嘅，那是有你。伊個記落膽啊是有生了，你該擼，啊無伊白，伊鏈現白彎嘅，伊白鏈嚇。你就有人更咯，即人更。我捌看過啊，我捌看過人規地嘅人更嚇。有。無法。哎呀！個泊車嘅意思啊，我真係借泊車。你捌去 Suria KLCC 無？喺加勒波？唔係。你唔捌去 KLCC 啊 ？Twin Towers？我捌去 KLCC，特別我唔捌去泊車明。嚇！你知無？下底落地有一個加泊。唔知。啲下底有一個加泊。underground 呀。真大。真扎我未解釋好你做大，真扎大，真扎濟人啊講啊泊車邊啊，買來要吹車還是未吹炭？拍唔記。嚇，要吹炭，舊家伊人有家家借摩托 bike 嘅啊，會載你去吹你嘅車，情紙掉一刀，情紙掉你阿爸講話架情紙就去買伊掉一刀。都俾借啲後邊隻你摩托 bike 借揸架，
在伊踅来踅去去吹车。伊无伊 pillar 一条面无係 number。有本甲了像吗？伊無想講阿咪啊 A 伊有字啦，伊有字啦，特別你要安怎吹你字伊安尼大。伊想甲一個鋪內面都邊啊，笑。即係讓被下邊北京無富啦，你這位。特別無富咧，特別真係貴咯。哦。被拍車邊真係貴。แล้วOK ลองมาปักเชียกุยลองไอ้กีติงเต้าฟีมาเอาบุยอะเป็นไงคือจะ我特特喺拍車邊嘅嘛。講我睇要睇插住佢嘅臉呢嚇。要羅爹你รู้爸爸啊？呀哈，講好你 explain 我捌看過呢，我講見爸爸。啲法國有安尼真正濟安尼款嘅。你想 carousel 唔係想個咧？嚇！會驚啊！我真正驚啊！我有想講我驚我嘅臉啊！走出來，錄接無準啊！伊嘅臉會錄啲邊啊，拍落啲邊啊！係咯，梗 stress 了。嚇！特別我爹做工嘅老嘛是有那款嘅，不過是人無為呢。我去白嘅是伊是伊 attendant 白路嘅。哦，我唔是我開車啦，我接其他咯，可以說是。我介紹個 valet parking 咯，即係美國有隻隻 valet parking，即邊英國冇 valet parking 嘅，我根本可以人類啊，我根本可以人類，何我免被 stress，我冇插我車咗一個。你點先啊？佢水本都夠啊！哈，我講聽 valet parking 調住定到啲邊靚嘅位。到底by the way 我去做邊咧有 valet parking 咩 ？Yes， 我去做啥？你介紹我去做啥呀？Citytel。嚇 Citytel 啦嚇，我肯定講做啥？我係講北京城，喂 parents 咪是去 Citytel 食車咯，伊人食車啊，食教應。然後伊人到白車，伊會排隊，伊去伊白車位啊，但排隊甲幾間咯，已經排甲真係等咧，就未去伊北京嘅位。然後落雨喎，落雨咧嗬，喂抹到，喂 parents 一卡濟人是北國口啦，唔係去北 hotel 北京嘅學位。喂 parents 講俾啊死啊落雨，按照落車啦，valet parking 咯，valet parking 小嘅你後佢講之後，佢意思是決定係放出來花車駛過來你頭前，我你去，我第一次睇到睇 valet parking 喎。冇，我唔捌看到。我特別去邊嘅嘛，你若是要去Penang Road啊，你咪是你要去食條邊，你要去食啲極盛啊，還是係咪啊？你去拍車啲 Citytel baru no call 呢？後背啊邊嚇，你在Penang嘅人啊，Penang 嘅人就唔咁善行類嘅嘛，所以人冇去用。特別我 no call 是真係笨嘢咯。特別我講聽係你白車咧是樣有。special occasion yang saya wedding 係咪是個有嘅？係咧是柒柒啊，對唔對啦？車下邊嘅是對唔？แล้ว Citytel baru 有三樓呢，一白車嘅位啊，有三樓呢。第一對面嘅樓呢是 open air。哦。冇卡俾 City 對面了咯。當今新車有係咪新嘅 technology assist 哦，你捌看伊 self parking 哦，做 parallel parking by self 嘅，伊家己做嘅，真正借票嘅車有了啊！我冇 understand 伊安怎，伊是安怎？Mercedes 有了，伊有 camera 嘅邊有 camera 嘅嘛？伊你看伊做 parallel parking 啊，伊用伊嘅 same technique 嘅，伊 algorithm。伊個 computer algorithm 是相關路，我有路看。伊人嘅 sensor，伊人用 AI。伊有 sensor。所以個你講，伊安怎你實你 experience，你 user experience 安怎？No，伊有 sensor，伊嘅 sensor 用 line，所以伊用伊嘅 line，伊用伊嘅 AI algorithm。我要再講伊 user experience 安怎？所以你駛你車，你被吹碰嘅時，我想你係你。แต่เจเลยบัตเทิลโซอีเซนเซอร์คุยแล้วล่ะอีเซนเซอร์ออนแล้วโซลูกช่วยทันเจเลยปังสิเจเลยเสียตันอีกองparking space found parking space found สิลูกตัวไป position ด้วยเชียร์หออีลูก position ด้วยเชียร์สังกาวกองอ่ะ next to the car แล้ว position สิอีกลูกกองอีกอง position achieve or parking possibl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แล้วลูกand then ลูกปังด้วย steering wheel เนี่ยล่ะ
你放 steering wheel 一格彎，我都接。steering 格啲彎 I thought 我是想講一個你講，你去 OK stop 正啊 OK turn all the way to the right，你是 No，一格啲錯，你未用手，你未使動意，你未使動意 steering，你攰嚟手綁 steering 就掉了，了伊 steering 格啲彎。我係朋友伊買一個新嘅 A class 嘅 Mercedes， 伊 A class 有一個款嘅parking，伊唔敢用，因為有一道伊用啊，伊泊伊那邊伊嘅位啊，小 A 伊袂出啊。哦，伊袂出來好你伊袂曉出啊！伊講伊泊伊喺好試啊，喺伊坎坷出，所以伊唔敢用，所以伊特擺伊家己泊。伊家己吹咧，伊家己。哦，伊成日講伊上 A 位，伊驚講伊未出，所以就一頭買北去吹較快位。啊，迄個伊吹。That means 你出咧，伊袂使 reverse 好你出得對咩？I mean reverse。哦，伊無出好你誒，伊家己北咧，伊無出好你誒。特別Audi會出好你。Audi 啊，Audi 你就是 program 嚟。伊無出好你 ，yes。tapi lu tu看伊按照伊 algorithm 伊按照寫伊 algorithm， 但是伊 algorithm 寫 to the point that 伊擺伊車 in very very small space。Of course 係擺啦，你袂出來呢啦，所以伊 algorithm 無好咯，所以伊人對佢寫伊 algorithm 咯，伊 algorithm 伊 follow 伊都對 adjust 嘛。特別無意思講伊你袂使你 compare apples to oranges 啊嘛，意思講伊車擺 algorithm 係 Jeep。特別伊車無用 algorithm 嚟可以出，伊是 expect 你家己畫出，你伊家己無 confident 畫出。你 expect 你無 confidence 畫出，所以 algorithm that means 伊 algorithm is too tight。特別無你未講嘛，你未講嘛。特別你買時伊就寫落了，特別未講，伊如果呢係，伊人 depend on how 伊人寫啦，伊人 engineers。特別無啦，你人係，你講你人嘅 range 嗰隻大嘛，你講學英國將來 maybe 都冇 problem 咩，就係出嚟出嚟嘛 ，maybe 是伊有人冇 feel confident。我實嘢邊整嘅車。有個一個 type 嘅咧，就是邊啊係哦。no 伊個 once 你吹 parking 了，你 next to 伊你個 wheels 會轉90 degree。對，你冇把學佢咧，係你一直頭咧，佢邊一直頭 Jeep 佢，係你就應啊 Jeep 出就應啊咯，係你哦。係你 Jeep 出佢應嘛，一直頭咧，一直頭。卡班來，伊人本 implement 啦，當今成 US 人，係啊，成個轉。伊人當，伊人當今 USD already pushing for automatic driving 嘅咯。啊，你捌看過無？伊人 pushing automatic driving， I think in Germany 伊人 already testing 伊人嘅 trucks 架了，就是 automatic 嘅咯。出了啦 ，because Audi 你會買伊 high top model 嘅 Audi， 你 program 你 Audi 買個你會手電，所以你去上架你講去 Citytel 啦 ，OK，for example， 你去 Citytel 嘅時啊，你拍你嘅車了啦，你嘅車喺樓頂。你落來伊個 lobby 嘅時，你用你個手電叫你個車家己來誒，家己來吹你，用 GPS 來吹你誒。我梗係驚咯。誒，我 still 冇咩，我 still 冇咩accept 伊個，我未 comfortably accept 伊個 technology 個，我就冇驚，我 feel 到成個，我就要看只 success cases， 即係我嘅就是啊，你看 Tesla 有一個，唔是驚無驚 ，the problem is technology 伊 advance 了快了，人 humans 人做人未 catch up。That is the bottleneck 當今。就是安尼意思啦，伊 Tesla accident 喺 Florida 你有睇到？我睇到，我 recently 啊。伊人唔是人嘅問題，是講你就是用你就是用 automatic drive。你袂使做別項，你特別坐喺邊看伊記錄，你是無使呢。你特別看伊記錄 ，because 蝦米點聲有蝦米問題，你特別take over，你特別 take over。即係人無 take over， 即係人啲看戲啲入邊啲嘢車。無注意。所以無注意了，什麼伊個大羅里啊是。白嘅色，真正白嘅色了，伊個日頭，reflected 啲伊個邊啊，伊個做好伊個 Tesla 成個
confuse 去。就是安尼款嘅意思。特別我真係喜歡安尼款嘅 technology 咯，我 technology is nice, it's only that 看人安怎，上加你當叫 automatic 了，所人愛得食物件到啲車或查某為趕去做工，人做甲大隻話伊車啲行大。It's bound to happen 之類物件 because 人嘅 character 人嘅 behavior 實成嘅變壞之類。你可以較影一步，一度減做一個咯。你可以影落擺個減做三個看咯。我啲單地頭先嘅 case 人拍超正。Oh my god！ 賽車是可以嘅車自己賽啊。你係冇影咩？拍超正冇點聲，佢哋學車係拍超正。你係冇影？唔知啦，人起曉嘅事。OK。แล้วก็เราก็ปักเชือกเลยเกี่ยวปักเชือกปักกิ่งแต่เดินติงตับเป็นไงไงฮาล่าอีหลังสิโทรลุยเนี่ยล่ะอีหลังก็โบล่ะอย่างเวลังโบโจป้าหางไอ้ชานะฮะไล่จิบเฮ้ยว่าเกี่ยอะไรแล้วอ่ะสิโทรลุยอ่ะฉันกำลังเบี้ยวปักเชือกนะครับกูปวดแล้วหอยยันฮันแล้วติงตับอีหลังพุ่งสิโหล่ะอีหลังพุ่งสิโหล่ะอีหลังโจกังเป็นอ่ะค่าอันจวนนะค่าไล่เท่าเทมีเกี่ยวที่เขาลูกบอกเลยพอละ係咪啦？特別別講嘅有人時候，伊人來正看你白車後，伊就走去別位嘅，伊是等佢，伊等你伊去等你有空位嘅位呢咋？伊無講真係到底邊順啊，有咧啦，有咧，但是講有咧上加咧，你去接去啊，一個人上 private 嘅 property 嘅，佢去擺嘅呢，佢哋那是講伊 even 到伊到下邊無。唔是講 illegally， 伊無 officially 收類本好啊，伊叫你套類，係 at least 叫你看就人順啊。但是伊到街路邊上叫你 drive 幾條誒，嚇伊無差別正看啊，行落去佢有空位是過起來啦。然後有咧會講，有咧伊會講，即係看下路入來，有咧是安怎熱呢？不看啦，冇插誒，แล้วสิเขียนไปมือตันเขาลูกกับลูกสิวลุยเนี่ย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สิ่งนี้ลูกน่ะสิบอกให้หลังเกาลุยอ่ะลูกเจ้าสิหลังลุยเชียร์หรอเกาลุยตัวสิวเกี่ยวสิตัวสิให้เลยตัวสิเกี่ยวว่าเกี่ยว咩ต่อนั่นเกี่ยว咩อ่ะต่อคอไม่ใช่ต่อคอเท้า即係叫咩？你成日佢咧做知道啲嘅咯。即係阿龍 join 啦嘅 chat 啊，同埋是一個 join 特別 join 一個走去。一群了啦。哇 no，but 伊會冇冚喎。咪是一群去了咯。我冇聽到聲 ，usually 聽到 snore 嘛。我知有到有聲 ，because 有到伊嘅 picture 變大去。你知冇？那是人講話是伊嘅 picture 變大嘅。你走出去食鹹水甜啊，食姜。無啦，有啲啦，特別困去了啦。嗱，OK，啲邊個啊？啲邊個有人嘅厝啊？那是你嘅厝啲，你嘅厝嘅街路有真係菜館啊。然後你嘅厝個有位泊車，你嘅攤位你知無？你阿妹是你下一個西港，你嘅泊車啲你嘅位，3塊。你嗰隻攤位啊，有真係借街路啲邊個啊？我一旁頂俾佢人做嘅款啊。係啦。OK 啊，當然冇會包先，咪是3塊咪就好。我咁樣可以人類嘛？我是有類，我真真。That's why 你真真冇是架白車。是泊車嘅咯。係咯，真係 stress。That's why 我做架隻 Uber 就成日睇嚟咯，我還到白車啊。羅尼整啊是羅尼整啊，人我去邊個話過個嘛是個政治啊。咁แล้วอี邊個學見咧，人咁แล้ว講要去大隻到啲大trang卡是海基線路嘅角頭噶，我唔知啦。勒布阿姐啊，成咩啊？依個你就知啦，好邊破地啊！咩事？哎呦，我煩惱被吹炭會拍車。你話未騎你就煩惱成啊！我未騎時我就煩惱了。我特所以我即 Uber 應該免上到白車咗哦。對啊。嚇，是講我是見講有當時你同佢 plan 啦，你就是講就 Uber， 定之是講就 Uber， 有一間個響嘅我 Uber 啊，一直頭啊，我叫啦already叫我就叫咧是伊拍電話來，伊講我愛叫了，伊講你有幾人？
我讲我有3个人，伊讲哎哟，你使 cancel，我还没数，伊讲我车过另外一人坐掉。哦，所以就在一人了啊。伊就 already 在一人，唔知是伊家己，我 sometimes 伊想伊家己嘅 passenger，伊家己嘅 friend 啊，是有2人出來啊，伊是報講在2人嘅，然後去求就。你曬咧叫我 cancel， 我 cancel 啦，我佢條 judge 在哦。我條 judge 個 call。就是 Uber 我見是安尼看，了 Uber 嘅使 Uber 嘅人啊，伊人無過最嘅啊。伊人無 interview 嘅 process，伊人無。哦，係咯，當今英國嘛，即係 London 嘛是啲講嘅。係啦，伊人無 Uber 了 ，London 無 Uber 了。唔是有個咩 still 特別，無伊人 take 伊 license 走了，特別因為伊 appeal 啊，伊 appeal， 我唔明。我想袂記啊，特別 Uber 較方便啦。係啦，比較方便。有個便宜啊！花車嚇，特別有陣時你隨白車起來啦，你家己花車去哦，你個白車隨長白車隨起來啊，你會有一有要個便宜較濟個咯。你白車類啊？你若是去 supermarket 啊白車？啲看你是啲大陸啦，你若是啲檳城啊白車較便宜。特別咧白車。白車較便宜個 Uber。聽到誒，我看啦，那是伊有成 Hari Raya 嘅 sales 時，你頭個 call 咁樣累嘅事啊，佢直接便宜咯。特別去倫敦呢，坐 Uber 較便宜啦，較便宜個白車。反正喺啲住杯，即係住杯來啊，大山唔是，即叫咩？冇等等，唔是，喺啲火車。哦，火車無困啊！火車會來啊！特別我隨無伊 Facebook 嘅 Facebook message 話，我要寄 link 去伊 chat room 嘅 link，叫我寄 link 去。嗰邊是4點啊，4點半啊。火車名啊？是火車名我隨別咗伊名。啊 Eddie，等我寄你去。Oh my god！我不要用 Facebook 嘅，你知喲，人家隨。做咩用 ？Messenger 啊？用 Messenger。我特啲 computer 呀，叫我寄 link 去啊。OK，แล้วไม่พี่จะ接來講白車。แล้วก็รู้รังตัวที่สังกัด有 experience ตัวที่ condo 還是 apartment 還是อะไร會你成日調講你車規定啊呀？就講你一間厝，你買一間厝，你有一個甲板。伊何路一位還是兩位？兩列，一列還是兩列？唔兩列，一列位列啦，冇列幾列啊。แล้ว伊何路冇啦，一位啦。แล้ว我記啊，penthouse 都幾列啊。我伊大啲 Silverwood， 我伊大啲 Silverwood， 特別去吹人較艱苦淡薄啦 ，because 我那是。你拍車本是你要彎接啊，伊人特別拍算甲伊個家家看有伊人嘅隔壁人無地啊，是蝦米？แล้ว你會用伊人嘅位啦。哦，你冇 gas parking 咩？我唔用伊人，我想樣無啊，因為冇 gas parking 嘅啊。哦。你聽到冇？你聽到冇？後條100度。大碼100度。哦。你大隻起來可以。แล้ว伊大起來。แล้วmaybe 冇 gas parking 就解咯。伊冇 gas parking 嘅，所以你特別我人被去隨意思，我特別開頭先講阿啥伊我被來了看，你都攏講佢只個聽了隨一位互我拍車，然後有會到我調特別落來去樓下去講佢伊只個聽，互幫我接。我厝咧度，當今我嚟，你捌幫我呀？你捌幫我對厝？幫你去你厝蘇格蘭邊？對，我厝合併度，我 parents 都有內位lot。แล้ว 所以大間有內位啦，大間。我唔知大間內位是伊人有內，我唔知，實際是伊人有內位。because 伊位本呢，好伊位呢是伊度伊咪一個伊 block A 咯，一個叫 block，呢個就 block B，
and then 另外幾翕落邊嘅是伊北京嘅 tower， 伊嘅 structure 啦，所以伊北車位，所以就北車到底第一關一站呀，樣子第一關就伊有出頂 cover， 特別伊就行 off 一車，回車。回車嚟啊！他們是一多兵啊！係啦，你都學飛我真係兵嘅是超啲。你把對嚟呀？我哋講話哦 no， 4點幾啊啦！溝下界。你去到位？我超啲都講下先。แล้ว因為是樓頂有挪位啦，特別冇啲航班，所以人嘅身材就伊人把喂嘛，伊人把伊嘅一個 penthouse 嘅人，伊嘅 penthouse 度一啲。我伊個 block A 位啊，伊有一個 parking 是講我伊到底 building， 你就是啊，伊 right underneath the building 有一個 parking 啦，所以伊個樣衰咯，伊個咧樓頂，因為佢有只隻嘛 ，penthouse 有只隻頂嘛，แล้ว一衰就位，等一衰伊人嘅攞嚟位出去，แล้ว伊上嘅鐳貼伊人嘅 parking， 哦 ，OK 啦，咪上咯，嚇。像，所以談得把你個水，伊人嗰邊用水出來頂，伊真正，哇！你超驚死啊！你唔懂。誒，我咪你搞白車，你西北京搞哦，回車。西北京啊？嚇。OK 啊。OK 啊。北京 OK 啊，係咪水？冇啦，我哋講北京嘛，我哋。哦。但係阿招講佢未曉就 stress 嘛吧？誒喂 ，Bruce 唔未曉 ，Bruce 喺北京冇關事，就係邊個啊？邊個只招喺北京有啦？伊兩部做喺北京只應除北京嘅所以只招講特別做喺北京。你細只注意咧，佢條邊啊擺嚟賣白哦。然後 Bruce 一 stress 嘅時候，一個佢未白接嗰度，所以我那時知道我到底 Chicago 嘅時候，我吹到位啊嗬，一。別得閒咧 stress 啊！我講嚟，你落嚟啊！走去我發家住。到底幾多？伊人做 test 是人冇 test 是人北京嘅。You know what is the irony? You know? 啊，伊有 test。The irony is 伊人阿嬷弟弟講啦，等人未曉曬車，你出來你白。馬拉酷嚟。誒冇，你邊撚看？我講比較西北京。人嘅族啊，人嘅即係美國人啊，比較聰明。啊，伊人講Asian 嘅人啊，Asian driver 比較滑車。開滑車啊！特別是講Asian driver，亦冇講 Asian parker 嘛。你是白車就講，特別滑車冇講。特別我是白。西北京你安怎我頂 stress 上面，你一邊後尾個車直直來，所以你揾到白時一輛車停了，你特別真正快特別接，你別使講，哎呀唔對，佢就個 try 佢再 try 佢，所以真正 stressful 咯。你別使小雞人啦，你別使小雞人。我講西北京嘅人是後尾接還是頭前接？後尾接，頭前我後尾特別後尾接誒 ，because 你係 steering wheel 是對你變正呢。No， 當時啊，你別是你係頭前接。我唔知得頭前接，你講話我唔捌接過頭前嘅咯。You can't do it 啦，白啦 ，because 你係背嘅臉特別對，你係變正嘅臉。對。白。哦，我知啊，伊你看 try handbrake 一可以決定車掃住佢一下。啊！你真係響，我未曉做一款，我捌看到人做。佢得邊咧啊？當時啊，你俾頭前接先，你接了你介耍，接，而家坎坷特別俾頭前接。啊！你安怎特別頭，做咩事？安咩事 benefit 特別頭前接上面？當時因為邊咧北京少嘛，所以當時你來搞啊，你頭前俾接先。你被做咪啦，被做咪要會啦，咪白人接咯。你那是企喺邊整，人啲路後邊嘅撞接了咯。啊，人頭接。哦 ，OK， 我明白，你講我明白，是講你交會特別交闊，你嘅頭前接咯。你接啦，接出呢，and 刷。特別你那是俾接好事呢，你那是頭。變正接頭性，你後尾就拖出了。
你特別有咧上嘅呢，就是講咪關你，你頭前接先，一走了，我明白啦，啊你講這我哋是本地嘅人嘅腦子上嚟看嘅啦，因為查你冇查到成間查啲其實，你個查啲成有你過嚟慢慢說啊，特別頭前接乜愛有功夫啦，會接，你安怎你功夫特別安怎？你咪是就雙嚟哦。啊，陣當時你知嘛？頭先後尾接都未曉嘅嘛。嗱，幹嘛說啦？我頭前接後尾接唔會使，對，爽就好啊。特別卡謝時後尾接啊，後尾卡唔接。你講我聽頭前接揾得爽，冇安怎？有人是講北京嘅話是冇，是嗰邊。你看回車喺邊啦？你看回車。阿妹接揾咗爽。頭前接揾咗白。哎呦，回車啲死嘞，哪位那垃圾咩啊？哪位啲垃圾啊？你看一邊啊，你開始嚟頂是就係勁啦嘛，真品啊！我參與估姐啊！你參與估姐啊，學我夾牌啊！對唔對？學我夾牌啊！好。你頭前接啦，嚇！你有係咪 technique 咧？按照去白跌，你咪是雙嚟雙去呢？我冇相信啦，冇 technique 嘅啦，你變正接要 can't beat the law of physics 嘅啦。係啦，變正接你背，你後邊掉掉拖出嘅啦。冇啦，你雙嚟雙去，你會特別教會嘅嘢，你特別教會嘅。啊對，依教會咧，你教嘅雙嚟雙去，我唔識。好似咯，你第一要見你目的，是俾霸喺你胃度掉死啊！你頭前接，掉啦，是啊，少胃。小女你是講去頭前尾到時間啦，你後尾已經可能搶起啊！啊，對，個人你好啦。in case 你講 OK， 你當講邊個瑞邊嚇，你食有限嘛？你都頂車出，你冇可能嗰啲等你去個身體嘛？你咪查住佢先咯。我咪你會講邊啲白車人嚇，成個隻真正成個 double 北京啊！你可能未講我未聽，你把 double 北。Another，大媽會車講人中路嘅位 ，one way 你就做就是你做 parallel parking 嘅時，你除掉位了，你 immediately on that spot next to the open space，你 stop，然後你 signal。冇人冇差唔多 signal 啊，點解你顧客人？啊 no，冇。你嗰時人日寫都是幾百人噶啦。我咪特別嗰時 a way to do assume that 人會曉大概想嘅就是你 stop 了你 signal，所以人知 OK， 即係你 idea， 然後你過來起淡薄頭前，然後過來 reverse。對，較濟嚟講有車喺呢邊啊咧。有 signal 咧，咱就被 understood 啦。特別冇有咧，衰嘅人先認嘅差。衰嘅人就是應該係見招啦。係見招，但係 suspect。唔是啊，你若是講人白 signal，你愛認嘅差會使，特別車條靠。等陣你車出來，互人掃描。曬面啊，而家，係咯，我就所以較濟 understood 就是講我嚟搞，我看到這個位，一出我等你唔要緊，我拍線啦。你嚇，白你細講這條線，你看到我等咯，一出去，咱出來，嗱，所以你拍線咧，有人會查出來，你若無病，你咪走咯，你走咧，等陣你對來，你改曬名是數咯。你講我看過一個 YouTube 一人白車嚇，一隻自行車100內位啊，100內，一身就內 block 嚟當嘅白車。我掉過啊。แล้ว一人掉地橋你內頂車，白到第一邊啊，白我所以未接嘅車。我唔知啦，我不白過內落，如果唔是我白內落，白人白外。頭整嘅時一樣白少，一白出來。所以我白到對曉。แล้ว另外我白嘅時。都中內落咯，一輛車走去啊，係走去咯，掉3班掉落掉。
白車解咯，邊啲人啊，我 feel 到第 stressful 就是白車特別難。看車個無呢 stressful 白車。而家冇交位啊。哦。แล้วรู้น่ะสิ講โอเค啦講係我去加南部嘅意思一頭，樣成個做成只 normal 嘅話咧一頭黑掉車就黑掉，แล้ว喺電話落地堂啊位，แล้ว我嗰陣一頭看到騎車位，拍電話伊講好 OK 我來啊，係就出來。แล้ว我 feel 到อันนี้ system น่ะสิ講你冇 exploit 伊啊，你會對，你咪講我個10個分鐘嘅來你看啊，但是講伊顯示出來嚟講啊，我感覺會驚嘛，即係攞，即係你就是攞人 agree 嚟講顯示出來嚟講啊，攞感覺上。但真係 inconvenient 啊，來啊，君主官 ，Hi 君主官 ，Good morning，真係 inconvenient 咯，我感覺。It's convenient for certain people, but if you like own car park, you come out and people block you like 個，真係 irritating 咯。because 我掉過，然後係電話，唔係錯電話，我攰咩單條部 car park 是家己 apartment 是 unique 嘅 car park 誒，但係是 visitor 嚟吹幾節，可以冇聽。咪幾多係咯？冇，君主官你按怎做誒？我係車 ，actually 我係車 car park 是 underground，然後。我即就嚟講咧，其實應該是叫人嚟吊伊車走，但吊車嘅公司被 zip 到落去話係 underground car park。No, it's otherwise I prefer to tow his car away。你講咩？開車咯？講咩？冇，都冇咩嚇。啊，君主官講嘅，伊拍條女嘅家白是，伊是 underground 嘅。是講我是 owner of the car park，伊係但我係俾。等陣，開車每物件冇相關。你講咩？你車是咩？開車你講？我是講伊車是講 under 伊 condo 入邊嘅家白，立白伊位嘅，還是講伊啲外口立白條伊位？你家己厝嘅好，厝嘅好。上講書本係嘛？還是講你水嚟你放工啦？你放工水嚟，你上講我限時接喺位，แล้วbecause look back when I call you, we're already very tired alread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and rest. Yeah, it's your private car park 啊，對。Yeah, private car park 嚟。特別伊是本地是應該是來吊起嘅，特別伊嘅吊車未接，伊嘅你落去嘅時候，伊嘅你出頂冇夠關過，伊嘅吊車伊未接。Okay. Yeah, and also very narrow. 頂車係接，佢吊車是。Okay，嗱，講是按看呢，佢是往左做嘅。更一車。一百粒嘛，冇唔是。如頭搖你車北啲後尾可以被亂。對 ，because 是條 lane 啊，被北後尾條 lane 都不能被除掉。哦，是條 lane 哦。係你冇法咯，係你。佢這往是條一車。特別若是講啦，若是講伊係你 double parking 嘅啦，伊會行通咧，就是加了人，若是 gentleman 加了人對調係電話掉，有你拍電話伊限時來 within 1-2 minutes 來啊，講我冇 I don't mind 啊，我冇啦，實講。Yeah，哦。對。Yeah, it's quite good, yes, certain way. 特別即係佢就是外口啦，我唔是講到condo入邊啦，就是外口所落嘅是 double park，OK。或者你講你接腳去你 condo 入邊，就是講你 private 接去嘅嘛，依個係很做嗰度較奇怪咯，佢係往時頭塔架後尾可以俾出，了對困。俾我是驚伊做你嘅車咯，去靠你嘅車是做下面。小 N 伊車擺過後，因講你靠你車，你跳出來嘛。OK。你下來要靠你車用啲。對嚇，你看。特別你若是買樹，你提協嘅小英本啊，伊做你嘅車你都有樹了嘛。就是我買，你可能就麻煩了。嗰陣時塔架妹妹啦，伊無在了出嚟。你成日看你所以咧咯，放空嘅啫。啊，對，嗰一個，就是你叫management人所以咧。啊，特別就唔叫嘛，你所以咧特別我咪你車你啲嗰時你放工你食成了，你車俾你俾白得咯。係啦，你若講北外口，你掉3萬。你若是所以連你係本地本是有地步個。係啦，你都加時呢咯，你加時呢？你黑時冇問題本是冇，哎呀白車就 stress 啦。
哈，真對對，我感覺對人家樹本嘅人咧，就夾唔要緊咯。係咪樹咧冇明白？有清差咩？夾就對啦，伊唔知是第一幫隻咧，還是車我成咗唔知咯對。你是講你得罪掉佢咧，佢樹本人都冇樹，你得罪掉咧啊。陪聊啊，上個話教係個啊，賽車啲別嘅就 road rage。我睇到我會曉了，免比超噶別嘅人，啲人騎車騎邊邊嘅路嘅。當劍嘅我一 friend 啊，伊車伊北京位伊未接嘅直接，伊阿妹未對厝咧，對伊未接。แล้ว出來北京，伊安怎塞未接一個人？伊手出去，伊牙鎖匙，就插入去，伊靠嗰粒嘢。喲，伊靠佢嚟攤地人嘅車。啊對，特別迄個是唔是布出嚟嘅就，伊是已經是靠入去那邊咧。哦，伊是簽嘅入去那邊。啊對。哎呀，我未在你看你看佢啦，我係想講是冇人看咧，我做炸基本我是冇做人嘅看咧。啊，有人好 temper 你看做，我聽過。有漢人嘅，啊，你西面咧有讀緊去。哦，哈，對啊，喲。普通社會咯。對，有人無腦，我是一個去講。去講無腦。唔是。in considerate 北京累貴累下，在美國北京在美國冇講真貴，都係講冇講真貴嘛。我都覺得自己 city 啦，London 上本啊，這邊幾貴你諗成講？我咪幾貴，未必一點鐘10幾20塊 US dollars。是 inside the car building 嘅啦。即係話你大鐵道路嘅所在。我做 Melbourne。我記啊，我特別未記人鐵道路嘅啊。Melbourne 嚇 Melbourne 咪變咗貴咯，泊車。冇辦法，所以話你這嚟卡巴多鋪地都俾嚟少啦8千。喲，幾條啦？這嚟卡巴8千，你佢直接北京230塊了。我靠，J8，我想話，但係關於關於嘅 question， 佢哋 the answer is the sky is the limit。Because 我讀到這個 case 到啲 Boston， 我在 Boston 有嘅事，伊人這個查某調地去買貴個apartment， 讓迄個 apartment 都用 for 伊個家己個 car park，because there's no car park。哇！買係啦，就是成個講嚟咯，規間厝路買迄個厝起來。你用迄個厝多，你用迄個地就北落去啊！好嘅啦，我嘛捌佢哋少年人大啲 follow 到咧，伊是 millionaire 了，伊卡少年個話本，我每一路按照談對路，伊 inherit 伊嘅媽，學伊一列一地啊，一列一地，伊學人泊車，變做 millionaire 去。哇！啲紐約啦，啲Manhattan。對，泊車咧貴咩？唔知貴你每塊泊車一點鐘貴。都少咯。啊，你隨8點鐘啊，是15 minutes 人貴嘅。做 Melbourne City 啦，Melbourne CBD 啦，貴落啦，10點鐘5塊半。貴落啊！哇，安尼房機5塊半，都貴落，我講貴落。個房子啊！你除條卡巴嚟講，5塊半，安尼房機。你除條卡巴嚟講5塊半都貴落。你隨便到你去 building 10幾塊，10幾個嚇，安尼啦，我計。係啦，差唔多上啦，所以得10塊到20塊呢，我就看到是。嚇，但係你係講有 early bird，你 start 做緊9點，你8點到，伊嗰邊 building 有寫嘛，你看 early bird price 20幾塊，嘛就，我掉過80塊嘛掉，我是人拍我，但係我 city apartment 我冇拍隨便，未啦冇卡巴係我講，就貴啊，80塊啊！最貴。開車你無聽到啊？我講大媽倫敦啲鋪地位啊，我泊車嘛如2點鐘3點鐘啊，64分啊，64分你話去馬來西亞你看安怎坐啊？
差唔多1點鐘30分啊。辣豆咪咯，點上啦？我真係正睇，所以個 30分40分係 acceptable。我of course 貴啦，of course 水貴，特別你先開正開，冇講咪你想開啊？你去 Australia 隻行是百幾人貴，安尼講咪冇 acceptable 啦。特別30塊啦，你未 B 啦，你未使 B 啦，特別本次倫敦嘅人啊，可能係食平常了。特別係嗰啲可能你睇英鎊嚇，你開英鎊啊，30塊錢點本就貴咗。先聽咗，特別 at least 你睇英鎊，還是睇美金，睇澳洲類。你睇 ringgit 嚟講，啱啱咁咁。我正面我到其實啲對我靚就字，所以我白車面對嘅字。變兩百四個字，我講我靠嘅字比較緊，half an hour, right? Am I right or not? 唔是講諗變 sarcastic or try to be showy or what？ 唔是，但而家都只係 compare 㗎，倫敦啊 ，US and then Australia is nothing。人嘅攞白字們。人對會記 one thing also，當今人哋講 as if there is。變你諗未啦？變你諗起嘅。你學本來嘅 city council 嘅人聽到人講啊，辦地啦，冇掉啲 key 嘅，我知。變你係 cause of 啲 key，你掉啲 key 嘅時，人就 blame 你啦。冇人做。誒 ，hello，你俾這個往邊人做更點正，我好更難。我就係 ，so that's why my friend喺 holiday 時，你講啊，即係 McDonald's 被學教學 ringgit， 本是被學教學，特別先睇住澳洲類，然後開澳洲類 ，so I totally understand. That's why we left. There's a part of the reason Malaysia ringgit 小死了。你特別個能夠開啊，特別有可能能夠。啊，你見下小白就講，譬如邊啲人是安怎攤嚟安怎開，你隨意確伊 every month 嘅 expenses 冇一個嘅 income 嘅喎 ，over 嘅喎。multiple 因為冇成 multiple incomes 嘅，但係會是 inheritance 別貴啦。但係有一隻 factor 係即係物件未講嘅，to tell you the truth。Side investment, yes, that's a part of the。前一隻 factor 係 for 人，我 I've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is 上個我對看 real estate property 一間厝2-3 million， 有本來嘅人做工，你問啊，你去到咗厝2-3 million 去買一間厝 ，how can you afford that? And you look around all the houses 嘅了 is 1 million, 2 million， then 你談你先攞 one month 10,000 15,000 ，that is assuming 你 executive you know。But you imagine majority 嘅了都是 middle income, low income 嘅，所以人們係 afford 住咧。So in that sense, the cost of living in Penang is still 貴。Yes. And i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Penang 都是一個 island 嚟。In terms of the area compared to 別人，那 area still 一個字。OK 啊，不過邊人啊 ，actually 啊，邊人即係 property 啊。你是 foreigner 嚟比啊！外國嘅人個有誒看你累呢 ？OK 啊！我做別識講數字啦嚇！我緊啲獨立頭啦，我緊啲獨立頭。DMI 開車獨立頭嚟講開車。我而家知你我別識講數字。就見到塊面哦，前一節有。之前啊，多兜去呢，就係新加坡人嚟嘅。然後我住掉，我關係掉嘅，就係中國人，轉去香港人嚟嘅。樣買是買貴 project 嘅。哦。OK，maybe 我陣我有入幾站嘅 condo，OK， 我俾佢了。OK。有人俾包50間，100間，我聽佢。maybe 你使 invest maybe 一站咯，一站啊講2間3間，你使俾30攞陣。你俾佢了。伊人來，樣是俾幾噸。特勁嘅啦，你 developer OK 嘛？你話你仔穩談到對類啊嘛。Yes。你話你做掉一個位別講咩啊？伊幾廿間嘅係咩啲嘅咧？ It's town one shot 俾佢啦。哇！try to bring the money to overseas especially Chinese from China.
一差嘅自餐啊，餐啊滾咯。But look now 啊，你未出來啊？Australia 嘅字冇你講，兩個試過啊？嚇啦！我俾我等陣啊，我差唔多俾你啊，不多淨日有啊咋？我上個阿媽未 join 因為我 text 你都冇 reply，我走去做冇錄股。哦，你個做冇錄股個啊？你個啊，我而家我都知啦。哇，咁事啊！ Post laju. OK， 當然啦，就咱講啦，我會咱講到啲白車到點樣走去啊？即係公路到西北京哦。我到北京。哦，我考慮唔成啦，冰冰啊，我考慮唔成教嘅。我到北京，我到北京 because 我冇法嘛。我個西係啲大頂嘅車。把路浪講掉把路車㗎啦。你係車冇咗四頂啊？有講啊，點解有講？有啊，我係車只有四頂嘅嘛，我係 BMW 四頂嘅嘛。我冇四頂 BMW 未記啊。哦呀，tapi 較濟路來我維持路西路嘅大我 BMW 我四頂，我 BMW 是係你俾出去過市場嘅啊。什麼嘢？嚇？咩？我整大頂嘅 BMX。我 BMX 係型白嘅嗬。好啦，我頂車同佢哋本地啊，司機係本地。我唔是 BMW，我 BMX 啊。好啦。OK， แล้วปัจจุบัน講嘅話小蛋啦，我不多就有啊啦。OK， 我來年都小蛋哈。啊啦，我就嗰種蘑菇。我叫你嘅估啊 message。冇啦，我去做蘑菇，不過我架車係試，我搞到拖係試咯噃。我看到，特別我你等下看到。OK， 你 test 過啦，你 test 過佢接嚟啊。未鬼接嚟，我講看出嚟阿龍，你看出嚟阿龍你困起啊，啷個了走起啊？個屌咋？唔會嚟一老吊餅。係啦，伊無聲，佢咩無聲？伊有開個開掉。困起了啦，我聽到一把刀淡啊，我聽到一把刀淡啊。OK，即係禮拜咧，我講白車咧，阿龍白姐就會每阿龍按咗寫白車，แล้ว白按咗。冇維維娃娃咩？嚇？冇叫維維娃娃。有白車。維維娃娃有白車啊？應該是一輪輪來咯，一次次擼住佢度嘢。你維維娃娃一次次來，一隻車講嘅啦，哎呀，別，我就攞。好啦，一隻就搞白車，一使十部的士啊嘛。唔使嘅，十部的士唔使白嘢咯。係啦，冇白嘢，一定使嘅。你這邊啊，人家在那邊啊。十部的士是在我一人呢，十部的士。我記得我哋好似嗰陣時咧，就係我先當住冇啱個，呢次後個，呢車頭先要自己查，依個嚇唔叫自己查，我就係或者小恩，因為我看到我未打喊，你係為咩話一隻出邊嘅？你係做乜做未掉？我介意 incident，但係我介意我就是介意就是。我特別介意出去咁樣，我特別我講 memorable 嘅咋，特別有數嘅啊。Every time 我介出去，一特別真正 memorable 嘅 incident 嘅特別。這個有一道是不來車牌咯。Queensway 車牌是地好潮啊 ，Times Square 北京嘅，你是地出嘅。到底我有哪隻諗諗？因為北京對 Times Square 是起還是落？北京 structure 就係落地，還是定起。我問你起嘛？起啊！是我就是我唔捌去 Times Square 咯。或者喺 Times Square 睇只喺 Richard Rivali 店啊，叫咩啊？啊，就是你講會聽，一般去 Times Square 啦嘛。Times Square 啦，我冇去到一線嘅店，我冇 time 啦 ，this time。佢真係店我冇去嘛？佢真係我去沙島啊！你睇北京嘅會實路就係。到了。這是哥尼 City Bank。City Bank。巴拉干。哥尼 hotel，伊個要去北京嘅會時啊。伊個 spiral 啦，真真細呢，都就係哦。冇啦，你是講Gurney Plaza 啦。巴拉干啊！Gurney Plaza Spiral 真係時陣。
你看到伊會變嘅了，能靠晒冇事嘅靠住 Gurney Drive 本身就近靠拍車攤啦。對 because 伊人冚緊伊冚伊嘅路呢，伊哦去咧屯地咧個口面佢。伊人啲 reclaim。我每人 OK， 我每人 OK， 我每人只係變咗兩個人嘅 OK 㗎啦。每一個人我就冚一下，人哋攞點正啊？你屯地咧 Gurney Drive 係邊嘅？伊是屯地是唔是要做北？嚇，有一個北了，有一個大嘅路。highway 要做一個 highway。啦。嚇，要做一個 highway，so jetty 嘅位路誒跌曬去單咗半個。OK。哦。所以是 cut through。伊用呢個靠我海下邊嘅，成個 coastal highway 咧，到掉喺成個當劍嘅，夾百星下邊嘅，做成個新加坡啦，成個新加坡嘅咯。哦，所以特別 in between 伊嘅當劍嘅舊嘅路加新嘅路都是北嚟啦。啊，伊樣要做一個北，了伊嘅 legislation 係路袂使起嘅樓較價個一樓嘅，哦，一站。OK， 所以未摘掉下邊我呢啲啦，所以未摘掉伊個 condo 嘅了。OK， 我唔知，我條每個人。了伊人要做一個水嘅北，上加 People's Park，上加啲新加坡嘅。會使嘛？可能看會歹嘛呢？OK 啦，特別人細漢啊，人會記點樣做，你笑掉啊，真正。特別無法咯 ，development。我較 sad 淡薄啦，你看我。阿公嘅厝誒位㗎了，佢哋所在是我細漢甲大漢嘅嘛，睇下我都未見你了，但係了都冇相了。當基本冇相了，英國中。嚇，就是啦，我講啊，當基都冇相了，我㗎了，我係細漢嘅歷史㗎了都冇了。你在古仔 Gurney Drive 啊 ，Gurney Drive 啊，伊 beach 啊，真真正就係，我記得細漢嘅時啊。去到下邊啊，有攤去屙屎pot嗰啊。當今日咧，伊較晏咧，伊較晏會啲邊，較晏係咧，唔是 sunrise 邊，可能另外一邊下邊就係海沙鋪嘅嘛。係咧。對。下邊就係啊，แล้ว我會記就是聽到講到啲。把這人講嘅你 drive 嘅 topic 係咪？嚇 ，OK， 人講嘅你 drive 就把這個講嘅咧。你講嘅你 drive 從個 aspect 咧條。嚇，係幾人講係幾啊？I think 你講古仔。新冠那個加古冠那個。啊，古仔邊兩個當見邊兩唔樣冇相。你有時講啊。你幾廿年冇對戲啊？都未見，未見。我聽到這隻。講，而家較緊講咯，而家就係國家無常啊。不過變嗰個隻啊，我就是定要我對我到外買condo 我包買 condo 我看落去，個料是見自己個料，然後連伊刷哈，我看唔知不到每會起個料票嘅刷名，然後有時伊會看到較青，就是因為我係爸爸厝看關樓看過去對面是 USM 嘅有一個北，有一個力，你看你樹啦邊，所以就看那個有長有大長咧，出那個了，出個了哦，無相 feel 去啊個我會記定到嘅，但係我咪但係我個咧咪是出個了同佢。嚇，condo，關一間，是咯，特別水啊，伊個哇你貴condo無你買啊，伊個水咯。無濾杯，你我同美金啊，英鎊我本無濾杯啊，我朋友講，我你同美金啊，你咪對嚟咩啊？真嘅，我講我咪對杯無濾嘅 convert， 我無濾咗 convert， 我抗醒辣，咪是抗醒一百，咪是抗。我根本 actually 啊，你講伊個線路啊，伊人要做挪條嘅線路，你知無？有一個是啲海基嘅啦，然後嗰一個是嚇。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สิที่ลาบินเนี่ยอีเบกว่าที่จะ講啊我嘅阿毛花灰我嘅阿毛花灰位伊個刷伊被刮一個刷嘅路搞個上啦去到六百行刷嘅路有暗坑啊我唔知有暗坑啊無暗坑特別我小伊actually 有人講英國中講嘅有兩個 law one is
coaster 嘅一個就是。嚇，แล้วก็一個是啊，你捌看到伊個 plan 無？去 internet 伊人寫條病。no，我問你看，你捌看到伊個 plan 無？伊個 inner。哇，我捌看到，我看到啲 internet，伊 publish แล้ว。你有面赤無？大粒頭你有面赤無？無。No。伊人你無面赤account啊？no，伊人 even 貓 skin 嗰邊伊人 already 掛了。係你 land 伊人 already reserve 嘅，你知伊人幾時 reserve？誒，我笑大聲，使我攞個笑大個，今次講嚟聽就笑聽，你呢排嘅再見啊，拜。你講啲 next topic 啊？我哋嗰啲 drive 時間講，啊，時刻定攞個結果，OK，拜。拜。哎呀，你唔是食米去啊咩？我食米不多要啊，你是 breakfast 使都使要，當佢4點幾啊，噃。我食咗旁邊。等陣我未講，特別嘅邊苗，冇可能我未曉 spell 出嚟啊。可能啊，大家講啦，應該中啦，火車啦，酒啦，加觀水館個獨立頭，OK，拜。Thank you，John。嗰隻搶嗰隻得。